另外，法国巴黎的郊区伫7礼拜出现真罕见的加雷亚风雨，有3台吊车是去互吹气弄到建筑物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10个人受伤。也若伫咧印度有放大量的烟火来庆祝拜登节，不过咧，今日过灯工所造成新低的 PM2.6，这浓度超标56倍。风一直扇，树仔一直摇，镜头甲扭近看，竟然是连光风。巴黎北部的郊区20发生连光风。 几多栋建筑物的厝顶挂互掀开，有3台工地起重机，互烟架倒去弄到边的建筑物。尾后一个工地有发现1位工人死亡，也有10个人受伤。伫几分钟内，强加一个连光风，真侪人拢被火反应，怎么讲起来，也个心内惊惊。Ça m'a secoué dans tous les sens le véhicule. Je croyais que j'allais m'envoler avec le véhicule en même temps. Je suis resté et ça n'a pas duré 2 minutes. Cette histoire que vous voyez, ça n'a pas duré 2 minutes. 官方讲，法国虽然有当时会发生连光风，不过这边向来如果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是真罕见。另外来看印度20庆祝传统的节日拜登节，放真侪烟火，不过过灯工空气污染真严重。气象单位讲，新德里伫咧拜登节过灯工的透早 ，PM2.5的浓度每立方公尺846微克，是联合国标准的56倍。 To be very honest, air is kind of heavier over here. In the Surat, where I live, it's light at the lighter side. You'll be easily able to breathe. Thoda sa pollution is slightly increased here. It's manageable. 因为气候加地形的关系，受到新德里所在地印度北部，每年冬天拢会有严重的雾霾。有研究讲，伫咧2009到2019年之间，有380万的印度人死亡原因，甲空气污染有关系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